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子靈星語 Channel， 又係我 Steven 啊。今集將會係一個全新嘅系列，叫做唔係學命理紫微斗數篇。喺節目裏邊，我將會由淺入深，循序漸進，由簡到繁，只要安坐家中就能夠自學命理。而今集第一集，首先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命理學嘅基本構造，佢就係天干與地支。而所謂天干就包括有以下10個，佢哋分別就係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、辛、壬、癸。如果對應數目字就包括係1至10啦。當然10天干仲有分陰陽嘅，例如甲乙就係屬木，丙丁就係屬火，戊己就係屬土，庚辛就係屬金，壬癸就係屬水。咁對應天干呢就係地支啦。而地支總共有12個，佢哋分別就係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。當然12地支都有分陰陽五行啦，例如亥子就係屬水，寅卯就係屬木，巳午就係屬火，申酉就係屬金，剩翻嗰4個辰戌丑未呢就係屬土。除此之外，12地支都會對應12時辰嘅。以下就係12時辰對照表啦。而喺西方嘅時間概念，因為係對應英國格林威治24小時時區，而喺中國古代嘅曆法計算就會以12時辰嚟劃分嘅。每一個時辰就係等於而家嘅2小時，而每一個時辰裏邊亦都會有8刻，每一刻大約係15分鐘。亦即係話，如果你係早上8點鐘出世，咁就會係辰時啦。因為辰時對應嘅時間就係早上7點至9點。咁當然，如果你係早上8點10分出世嘅話，如果以中國曆法計算，就會係辰時5刻。除咗時間之外，坊間最常用於地支方面呢，就係12生肖啦。12地支每一個地支都會對應一個生肖嘅，例如子就係屬鼠，如此類推，就會好似以下呢個對照表咁。而12生肖分別就係鼠、牛、虎、兔、龍、蛇、馬、羊、猴、雞、狗、豬。而當10天干同12地支組合之後呢，就會係60甲子啦。而喺紫微斗數嘅命盤裏邊，12宮位都對應每一個地支，而地支嘅位置呢係不變嘅。正如圖中顯示，由下方子宮開始，順時針由下至上，左至右整齊排列。會變嘅呢只係天干。咁當然仲有一個快速掌握你出生年份天干地支嘅技巧嘅，就好似圖表中顯示，如果你係甲年出世，出生年份尾數就會係4；如果你係乙年出世呢，出生年份尾數就會係5啦。亦即係話，如果你係甲年屬鼠出世嘅話呢，出生年份就係1984年啦。咁如果你係甲年屬狗出世嘅話呢，出生年份就係1994年啦。好啦，今集掌握咗天干地支嘅基本概念之後呢，下一集將會同大家分享紫微斗數另外一個好重要嘅關鍵，就係起局定命身二宮啊。今集就嚟到呢一度，如果大家覺得我條片有用，都係嗰一句，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 即係 CLS 我嘅 channel。另外就係撳個叮叮鐘，咁就可以收到我 channel 最新資訊嘅啦嘛。而最後嘅就係覺得我條片有用，幫忙 share 俾啲朋友支持一下啦。下集再見，拜拜。